个是新的年，一个是农历的年。每一次新的年的开始都是我们转变的契机啊！我们一起同声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。在农历年过后，我们弟兄姐妹齐聚在你的圣殿，我们要敬拜仰望你。愿你从天上赏赐你的话语，赐下安慰，赐下医治，赐下盼望在我们的身上。也愿你亲自来荣耀今天的盛会。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大家还知道上主日讲到的题目吗？红豆汤的魅力。红豆汤它的影响力在于，就如同我们的恩赐跟才干一样。当我们是为了恩赐才干，是为了上帝来使用，就会产生好的影响力。如果我们像雅各一样，只为了自己来使用，就会产生很多负面的效应，就如同他跟他的哥哥以扫反目成仇。新春礼拜，志梅牧师谈到雅各面对怒气冲冲的以扫，当雅各不再是为了自己而闪躲，而是为了上帝愿意谦卑自己的时候，他就能化解跟他哥哥以扫多年来的心结。雅各的转变绝非偶然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到底雅各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会从此考虑自己的好处，而变成处处依靠上帝呢？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主角就是雅各。当雅各还在妈妈肚子里面，耶和华上帝就这么说：两国在你的腹中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分立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在这段上帝对这两个兄弟的应许中间，大的要服侍小的，这种是违背我们的传统、我们自然的一个传统的方式。我们看不懂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，看似对雅各的祝福，却也是雅各一生麻烦纷争的开始。首先，雅各用他的技巧、他的智慧，刚刚讲到马牧师是看英文讲中文，传道是看台语稿讲中文，厉害吧？拍拍手一下。所以你觉得有一些中文字怪怪的哈，就是台语卡住，卡不过来。首先，雅各他用他很奸诈的智慧，他用一碗很普通的红豆汤换到长子的名分。接着在妈妈的安排之下，他用那个料理骗到那个属于长子的祝福。又一次受骗的以扫，他非常的生气，他落下狠话，他说：“当我父亲过世之后，我一定要把我弟弟杀了。”之后，雅各在妈妈的安排之下，两手空空离开家里，去投靠他的母舅拉班。一路行程其实非常的辛苦，在以往，现在也是在过年期间，大家南北奔波，其实塞车什么等等都非常的辛苦。还来到母舅的家里面，他希望得到一点点的安息，一点点喘息的机会。但是他在母舅家里面呢，他工作了20年。这20年的时间，他被舅舅、他的母舅、自己的母舅，就是妈妈的大哥，给他骗了10次，真的骗了10次。母舅讲的话又不算话。其中，他为了他的2个女儿，他工作了14年；为了羊群，他工作了6年。可是如今，他又听到舅舅的孩子们说：“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了。”哇！在异乡投靠，虽然是母舅，可是听到母舅的孩子这么想，雅各见母舅跟这些孩子们对他的态度渐渐的改变，不像从前对他这么热情。雅各开始担心起来。这个时候，耶和华上帝的话临到雅各说：“你要回去，你要回到你祖先的地方，到你本族那里，我必与你同在。”雅各就赶快带着妻女一切他所走的羊群，就赶快回家。回家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，就像我们今天很开心看到
正雅回我们，这叫母会。当我考神学院，当传道人之后，要回母会是一件非常非常的困难。尤其要当正阳牧会之后，要回到建成，那真的是难上加难。就像我好像要回到母会民学长老下来，是非常非常的困难。回到故乡，大家都不辞辛劳要回到故乡，坐飞机、坐船，就是要回到故乡。可是雅各他首先要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回到故乡，他面对他大哥以扫。他曾经好几次在欺骗他大哥，得到他长子的祝福。如今，以扫带了400个人来迎接他，这要如何是好？如同好像以扫闹了400个人要来追杀他一样，雅各非常的担心。今天的经文22节到23节说，雅各趁着天色慢慢暗了，他觉得比较不会危险，就赶快带着2个妻子2个婢女，还有11个孩子，以及所有人先过到河的那一边，他自己再回到河的这一边。雅各到底在干什么？雅各其实内心非常的害怕，他觉得明天就会碰到他的哥哥。雅各在打什么如意算盘？雅各在想，如果以扫攻过来的话，他在河的这边，他还可以赶快绕跑。此时的雅各虽然他有那么多的家庭，那么多的财产，他应该是要高兴欢喜的。但是雅各要面对他这一辈子最大的敌人，就是他的哥哥以扫。以扫在这20年当中，仿佛影子一样，如影随形在他每一天每个时刻。这是个雅各，他需要一个安静的时间、安静的空间，因为雅各他对未来一点把握都没有。在我们真实的社会当中，尤其在现在快速的社会，常常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把握，以至于我们有很多的担心、烦恼、睡不着的经验。我们很羡慕小孩子一躺就睡着了，我非常羡慕子爱，小孩子不管怎么样，一躺就睡着了。现在的教育教我们说不要输在起跑点，可是，在我们每个人生在里程的转变当中，不都是一个新的起跑点吗？在这新的一个起跑点，好像我们不赶快争取到一个有利的位置，我们就会失去一切。但是我们知道，这个世上有一些事情常常没办法按照我们心里所想的来进行。我们从小就活在需要被看见、被肯定，在竞争比较之下来成长。上个礼拜传道分享到老二情节，我想这边如果是家里老二，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老二的情节，以至于我们内心深处常常有一个声音跟我们说：“快跑，快跑！”我们常常不愿意面对现实的考验，我们常常碰到问题，我们就讲逃避，我们就生气，我们有很多的借口，我们逃避我们需要负的一个责任。特别是在现在，好多人逃避他所该负的家庭的一个责任，特别是在一个团体的当中，我们不想负我们自己的责任，因为我们的心中，我们永远以自己我们的心中为出发点。我们看身边所发生的一些问题，自己的想法永远是对的，别人都比我差。我们常常关心自己的需要，我们常常关心自己的感受胜于别人。其实我们知道，在这样生命的一个旅程当中，我们的生命有时已经失去了方向，有时我们自己觉得活着浮浮的。我想你们经历会比我们更早，我们的年代更早，因为你们现在的资讯更发达、更快速，你会突然觉得好像心里好空哦，浮浮的，有时好，有时坏，只是我们自己不想承认而已，或者是说我们承认又没有用，我们不知道要如何是好。而且我们可能只有自己继续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、我们的才干，这是我们的骄傲。我们就好像雅各一样，一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件。我们跟雅各一样，我们爱争取，我们想抓取一些东西，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当中在欺骗，我们逃避。有时候我们骗人的，反正我们被欺骗。我们碰到很多的艰苦的事情。
我们受伤，我们又再一次的逃避。这样的变化，不就是我们人生缩小版吗？我们一天过一天，一年过一年，我们的人生好像在绕圈圈一样。或者是有时我们明明知道前面没有路，但是我们就是不愿意承认我们的欠缺，我们的不足，我们的有限，我们停下脚步来，我们一样要继续往前冲，冲过头破血流。其实，在这样的状况底下，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累。在我还没遇见上帝之前，在工作十几年之后，就好像一个机器一直在转的时候，真的非常非常的累。你真的会觉得你非常非常的累。我们也可能经过像雅各一样20年的打拼，我们有妻子，我们有一个家庭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存款积蓄。我们可能在社会上面有一点小小的地位，我们有一些的知识，但是我目前的心境会不会像雅各一样，内心总是觉得有一个阻碍，一个有点挥之不去的困扰，困扰着我们。我们有时现在就会问，到底我们这一辈子活着，到底是在为谁辛苦，为谁忙啊？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想一想。雅各知道，他虽然有好的头脑，但如今雅各也真的需要好好的想一想。雅各回想过去他的父亲以撒对他的祝福，被迫离开故乡，在伯特利，他第一次遇见了上帝。上帝亲自对他的应许，会带领他平安的回到故乡。在母舅艰苦工作的期间，他不断的被欺骗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，雅各不知道流了多少的眼泪，也是因为上帝跟他同在，赏赐他许多的智慧能力，让他当初一个人空手离开故乡，如今满满的要回去故乡。雅各渐渐感受到，上帝竟然在他的生命中有这么大的分量。雅各心里面问：为什么我以前我可以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？因为过去的雅各只看到自己，看的都是自己。此时的雅各好像在做一个深深的悔改以及祷告，特别是当人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的祷告是最真实的。今天的圣经节24到25节这么说：当只剩下雅各一个人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比拟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摸了他的大腿窝一下，雅各的大腿窝就在那人摔跤的时候扭了。其实那个人是比雅各的。就在那个时候，雅各一直在回想，在做祷告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一个人的形象，这是上帝的一个使者，用了人的形象，将他压在地上，要跟他摔跤。使者后面的意义代表是上帝的同在，上帝在回应雅各的祷告，上帝要帮助雅各放下凡事一定要赢的一个心态，帮助雅各脱离他长期受他外在肉体的一个捆绑，他很在意他外表的东西，他让雅各不要再做那罪的瑕疵。上帝要带领雅各重新认识自己，让雅各看见他自己的软弱，他是有限的。在抓之前，上帝要他先学会放下。其实我们知道雅各最大的问题是谁？是以扫吗？其实不是的。我们常常说最大的敌人是谁？这个尤其做业务的会说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。其实雅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跟上帝之间出了问题。虽然这20年来雅各有几次遇到上帝的经验，但是雅各祷告归祷告，他依然用他自己的自由意识在生活。圣经解说，上帝突然间摸了雅各的大腿窝。我们今天
正阳啊，讲你们力气差很多了哦。大腿窝其实是我们的力量的来源啊。上帝知道雅各他常常靠他自己的孔武的有力，雇佣人其实非常有力。他常常用他认为最好的本领，他的智慧，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子。上帝要将雅各自认为他最有本领的这些东西拿掉。那雅各承认他已经完全输去了。雅各需要先调整他跟上帝的关系，才有办法解决跟人的关系。常常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人的关系，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没有处理好。我们一定要降服于上帝底下，尊主为大，我们才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26到28，来，26到28，请。那人说：“天离明了，容我去吧。”雅各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去。”那人说：“你叫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叫雅各。”那人说：“我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两人叫你都得胜。”当雅各失去了他所倚靠，他觉得他那个木板浮木，他是可以依靠的。如今他能抓的就抓住上帝。这次的雅各，他死缠烂打，就是不让上帝离开。我们看到雅各他奸诈的技巧，他的智慧，他抓了这个东西，如今用在对的地方。他盼望上帝给他祝福，他盼望上帝帮助他，让他有重新站起来的一个机会。这个时候，上帝问雅各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想每一个人，父母亲给你取名字的时候都有特别的意义。这个年代比较没有人取名，什么叫做一个女生叫招娣，现在年代如果取招娣，你马上去改名字了，为招娣。以前的招娣就希望下一个妈妈生的孩子可以生一个弟弟。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有一个意义。我们都希望我们活着的时候能跟我们的名字一样。其实上帝对我们的名字，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？上帝问雅各的动机只有一个，要让雅各知道，再一次认识自己。你就是那个爱抓、爱骗的雅各。如果当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境况，我们就是那个骗人的雅各的时候，神也没办法改变我们。如果你的心刚硬，我们在祷告都没有用。上帝要雅各真实的面对自己。接着上帝就说：“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，你要叫做以色列。”雅各的一生当中，到目前为止，他都习惯自己做主，他用手段控制他父亲，控制他哥哥，控制拉班。但是当雅各跟上帝摔跤之后，他的生命开始有180度的回转。他开始放弃雅各的管理，他希望上帝来管理他。以色列的名字就代表是上帝管理，上帝掌权，我们的主权都属上帝。这时候，上帝其实不只给雅各新的名字，主要是他愿意除去雅各过去所犯的一个罪恶。当上帝愿意给我们机会，我们就有力量面对新的大路。接着31节又说，当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光代表新的生命，新的一天的开始。雅各发生什么事了？雅各的腿瘸了，代表旧的雅各已经死去了。那位常常靠自己的力量、智慧在做事的雅各已经死去了。虽然外表瘸了，但是雅各心灵的生里面，他得到了医治，他得到了自由，得到了解放。他用以色列新的名字，要面对新的一天。这是雅各转变的契机。雅各要用他新的名字、新的身份来面对他的哥哥以扫。第二天，刚讲天亮，雅各就放胆面对他的哥哥以及那400个来去迎接他的人。雅各改变计划，
前面有讲雅各本来用什么计划？雅各本来是要站在最后面，这个时候雅各改变计划，他站在最前面。雅各不再闪避，雅各真正改变自己，愿意为他们的妻小他来牺牲自己，愿意跟以扫面对面讲清楚。其实这时候雅各他深信，雅各这时候的信心就如同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，他相信上帝必与他同在，他有这样的一个确信。雅各放下他的身段，他谦卑他自己。圣经解说他1年7次俯伏在地上，才靠近他大哥以扫。他跟他大哥承认他以前的不对，他求以扫原谅他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真实的社会当中，其实很多的家庭的纷争，或是很多教会里许多的事件，这不就是我们所希望看见很好的一个结果吗？传道不知道如今还有什么事情阻碍你跟上帝的连结？是肉体的情欲、眼部的情欲，还是今生的骄傲呢？我们还要继续让这些东西控制我们一辈子吗？我们难道不想把这些包袱重担卸下来？我们到底还要背多久？我们不要再任性。约翰福音3章16节说：“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”愿意原谅雅各过去靠着肉体所犯的罪过的上帝，如今也愿意为着我们，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什么？洗净我们以前的骄傲，我们以前的害怕，我们以前很爱面子，我们以前的嫉妒、我们的纷争。因为我们的名字不再叫做雅各，我们不再是那个爱欺骗、爱抓的雅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不要再叫雅各吗？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：“无论谁，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，就是新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新的已经来。”当我们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耶稣为我们救主的那一天开始，一切就不一样。只是这个旅程，信仰的旅程，可能有的人快，有的人慢。如今我们都有一个新的名字，我们的名字都要叫以色列。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宰，上帝必与我们同在，上帝是我们的盼望。那个曾经爱依靠自己能力救的雅各，那个曾经爱依靠自己的能力那个救的历劫传道，那个曾经爱依靠自己的能力、自己的智慧、聪明的知美牧师，都已经过去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常常将耶稣基督的心意穿在我们身上，因为这个心意是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。如今我们是属基督的，我们都是上帝的宝贝，我们都拥有属天国尊贵子民的身份。我们要常常意识到我们的身份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但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，这是我们建成教会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转变的契机。我们不要输在起跑点了。在人生每一次的转变当中，都是一个新的起跑点。对建成的教会来说，我们在这个社区的每一天，都是一个新的起跑点。只要我们建成教会还在这边的一天，我们就有责任成为这个社区的光和盐。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要活出基督馨香之气。馨香之气怎么来？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我们要学习忍耐，我们要在教会学习服侍，我们要学习为主做见证。对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呢，只要主耶稣基督赏我们在世上还有一口气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新的一个起跑点。
我的生命当中去为主做见证。学生，你也要在学校里面为主做见证。你还不用功去读书。以前的所谓品学兼优也是很重要。我们考试不要作弊。我们在工作上面，我们都有新的一个职场。在工作上面，我们常会用很多，尤其在做业务的。传道以前在做业务的20年当中，前10年用很多的欺骗的手法。在过年期间，我跟牧师常常出去散步，吃饱饭我们就出去散步，我们就聊了很多。从我年轻一直到现在，牧师说你好像雅各，对，我觉得我的一生好像就是雅各，我常常活了很多在欺骗当中，老二情节当中，欺骗当中，非常非常多的害怕。但是我们慢慢改变，可能你就觉得工作上面有时候不用一点手段，这样不会成家的。可是当你改变的时候，当我改变的时候，可能我失去了很多，但是上帝一样没让我们欠缺啊。我们知道有些人又开了旗舰店，它里面的料它也可以偷工减料啊，有没有人发觉啊？我吃不出来啊。跟上他对自己的负责啊，他向上帝的约定啊，他要让每一个人吃的都是非常有幸福的。我们家庭也是一样，我们在家庭要做见证，我们要成为人家的子女，我们要成为人家的父母，我们要把孩子教育好。2月7号，去给子瑜子群，子瑜跟子爱，还有牧师，我们提早过生日，在那边吃饭的时候，一家很好的餐厅，我就看到我们后面有一群人讲话非常非常大声，他们带来的孙子跑来跑去。其实这个是需要教育，家庭也需要教育的。在新的年新的起跑点，我们要不断跟上帝筛交。我们不要再逃避了，我们要永远面对自己的欠缺，承认自己的罪恶。其实有时候我们不是跟上帝摔跤，我们是跟谁摔跤？我们跟我们自己的老我摔跤啊！在准备这边讲道的时候，传道其实真的很好过瘾。为什么？在写讲章的时候，常常这边讲他就先跟我讲话，在这个当中，我也在跟我自己老我来摔跤。我在反省我过去，我也在看看我跟牧师我们在建成教会，我们的用心够不够？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好牧者？我们有没有办法带领弟兄姐妹？会不会哪个弟兄姐妹他都已经过得不好了，他生病或者怎么样，我们不知道的。我们常常是跟自己的老我在摔跤。求神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有更多跟神摔跤的机会。我们要像雅各一样，得不到这个祝福，你祝福不给我，我不让你走；你不让我的生命改变，我不罢休。我们要有这样的气魄，因为只有经历这样完全的更新、才有转变的契机啊！各位弟兄姐妹。在新的一年，我们的神真的是一个盼望的神。我们不用去跟人家在庙里面，我们要像雅各一样，我们180度的回转。建成教会也是一样。我跟牧师我们有很大的意向，我们要成全众圣徒万民皆祭司，我们要建造荣耀上帝的一个教会。这个意向其实非常非常的大。但是其实我觉得不然只要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学习主耶稣的样式，不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命有碰到黑暗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主耶稣是你唯一的拯救。主耶稣的亮光可以穿透你自己看不到的一个阴暗的深处，去救拔你。我们不要再像雅各一样，
抓住我们自己想抓的。上帝今天说，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，叫以色列。我们要靠着上帝来走未来的道路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《唯一的拯救》。只要你在，不惧怕。
战胜一切，荣耀归你。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从天而来的祝福。上帝说：“我们不要再叫雅各，那个爱装爱骗、担心害怕的雅各，从今天开始要死去。我们有一个新的名字，叫做以色列。这是一个上帝与我们同在、上帝掌权的一个新的一个名字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带着这个新的一个身份，如鹰展翅飞翔，来面对未来的道路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恩典、圣灵的保守看顾，从今时到永远。阿们。